Hello， 各位觀眾，歡迎返嚟理財真講話。今日我哋要傾一個關乎每一個香港人切身利益，關乎你同我未來幾十年生路嘅超級嚴肅話題。而家係2026年，如果你今日行出尖沙咀、銅鑼灣或者中環嘅街頭，你抬頭望下嗰啲曾經幾十萬月租嘅黃金鋪位，而家有幾多係貼住租字，有幾多係做緊短租特賣場。如果你有留意財經新聞，你會發現政府賣地嘅消息，由幾年前嘅地王頻生，變成呢2年嘅收回標書、流拍同埋底價成交。再睇睇政府嘅財政儲備，由高峰期嘅超過1萬億港元，一路跌到去2026年嘅5000億、6000億水平。而政府解決財政赤字嘅方法，竟然係年年發行幾百億甚至上千億嘅債券。好多人仲以為呢啲只係短期嘅經濟週期，覺得只要過咗呢幾年，等美國減息，等外圍環境好轉，香港就會自然好返。但係今日我要好殘忍咁同大家講，事情根本唔係咁簡單。香港而家面對嘅唔係普通嘅經濟低迷，而係整個經濟結構嘅空心化。當土地收入神話破滅，當政府要靠借債嚟維持運作，當本土消費同產業持續萎縮，我哋香港未來到底要點樣撐落去？如果你關心自己嘅財產，關心自己嘅工作，甚至關心下一代嘅出路，呢條片請你一定要由頭睇到落尾，內容會非常之深入，亦會講好多大家平時心知肚明但唔敢講出嚟嘅真相。我哋先嚟睇睇第一個最核心嘅問題：土地神話嘅破滅同地皮流拍。大家只要回想下香港過去幾十年嘅發展模式，就會明白香港政府嘅運作機制本質上係咩。香港一直以來都係實行高地價政策，政府唔需要徵收好高嘅薪俸稅或者利得稅，亦都唔需要搞增值稅，但依然可以每年有幾百億甚至上千億嘅財政盈餘。起高鐵、起港珠澳大橋、派錢、起公屋，呢啲錢係由邊度嚟？答案就係賣地收入，以及伴隨樓市炒風而嚟嘅高昂印花稅同物業稅。喺最高峰嘅時期，賣地收入加上地產相關嘅稅收，佔咗政府每年總收入嘅30%到40%。呢個係一個極度完美嘅財政循環，政府控制土地供應，高價賣地俾地產商，地產商高價賣樓俾市民，市民向銀行借幾十年按揭，將畢生積蓄投進去，政府拿到幾百億地價，再拎去搞基建，發放公務員薪金同福利，經濟看起來一片繁榮，所有人嘅資產都在升值。但係呢個循環有一個致命嘅前提，就係地產商必須要有信心繼續高價買地，市民亦都要有信心繼續高價接盤。去到2024年、2025年，再到而家2026年，呢個循環徹底斷裂咗。大家睇下呢2年嘅土地招標記錄，無論係官地、港鐵項目，定係市建局嘅重建項目，出現咗歷史上罕見嘅連續流拍同撤回。地產商唔係唔想買地，而係佢哋根本買唔起，亦都唔敢買。點解地產商唔敢買地？第一係因為市面上嘅一手新盤積壓量達到咗幾十年嚟嘅高位。地產商手上握住幾萬個未賣出嘅單位，每日都要支付高昂嘅利息成本。喺樓價由高位下跌咗2%到3%嘅大環境下，地產商嘅首要任務係去庫存、套現保命，而唔係再掏出幾十億去囤積土地。第二係因為利息同資金成本嘅改變，以前零利息時代，地產商可以用極低嘅成本向銀行借錢買地，隨便放幾年發展都唔怕。但喺高息環境同埋整體資本市場轉型之後，銀行對地產商嘅貸款審批變得極度嚴格。地產商評估過之後，發現算唔清賬，以現時嘅樓價同建築成本計算，高價買地根本無利可圖，甚至會面臨巨額虧損。結果係點？政府開出嚟嘅底價，地產商出唔到；地產商出嘅低價，政府又覺得賤賣資產唔敢收。最終嘅結果就係地產流拍。2024年同2025年，政府嘅賣地收入連原本預算嘅一半都達唔到，出現咗幾百億甚至上千億嘅巨大收入漏洞。講到呢度，大家就要明白第二個更嚴重嘅問題：結構性財政赤字同年年借債度日。當賣地收入呢個金飯碗打破咗之後，政府嘅支出有冇減少？答案係完全冇，甚至仲喺度急劇增加。香港嘅公共支出有幾大？公務員團隊嘅薪金每年都在遞增，醫療同社會福利支出因為人口嚴重高齡化而呈指數級上升，再加上無數已經展開咗嘅大型基建工程，例如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等，每一個項目都係幾千億級數嘅天文數字。收入大幅減少，支出大幅增加，結果就係年年嘅巨額財政赤字。去到2026年，香港已經連續好多年出現千億級數嘅赤字。以前我哋有過萬億嘅財政儲備可以充當安全墊。
但儲備唔係無限嘅，每年扣幾百億、1000億，短短幾年時間，財政儲備已經由可以維持政府2年開支嘅安全水平，驟降到只夠維持幾個月嘅危險邊緣。面對呢個情況，政府採用咗一個表面上好聰明，但實際上極具風險嘅方法發行債券。呢2年，大家打開新聞，成日都會聽到政府發行綠色債券、基礎建設債券，甚至向零售市民發售高利息嘅零售債券。政府宣傳話發債係為咗推動可持續發展，為咗投資未來嘅基建項目，唔算係拿借嚟嘅錢去交日常開支。但係我哋撕開呢啲漂亮的包裝，睇睇背後嘅財務邏輯。當一個政府每年嘅經常性收入，即係稅收、印花稅，根本涵蓋唔到經常性開支，即係醫療、教育、公務員薪金，而佢將基建項目全部改用發債嚟支付嘅時候，呢種做法本質上就係借債度日。發債係需要還嘅，仲要定時定候支付利息。2026年嘅今日，香港政府嘅債務總額已經累積到一個非常驚人嘅數字。大家試諗下，發債去投資基建，前提係呢啲基建喺未來可以帶來高昂嘅經濟回報或者稅收。如果起完幾千億嘅基建之後，土地依然賣唔出，周邊嘅商業活動依然冷清，咁樣未來拿咩嚟還本付息？當債務越滾越大，每年單係支付債券嘅利息就高達幾百億嘅時候，政府就唯有繼續發行新債嚟還舊債。呢種以債養債嘅模式喺國際評級機構眼裏係會直接導致信用評級被下調嘅。一旦香港嘅信用評級被降，未來借錢嘅利息就會更加貴，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好啦，講完政府嘅財政危機，我哋再睇睇香港經濟嘅根本實體——經濟與空心化。咩叫經濟空心化？簡單嚟講，就是一個城市失去咗具有競爭力嘅本土產業，失去了創造高薪職位同高附加值嘅能力，只剩下虛高嘅生活成本同服務業。過去幾十年，香港主要靠4大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同物流、專業服務及零售。但去到2026年，我哋逐個嚟檢視呢啲支柱，就會發現佢哋正在面臨前所未有嘅侵蝕。先睇零售同餐飲業，呢個係大家每日都最親身感受得到嘅。自從全面通關之後，港人北上消費變成咗一種不可逆轉嘅生活習慣。每逢星期6日或者長假期，幾十萬香港人湧去深圳、珠海、廣州消費。點解？因為內地嘅性價比太高，相同嘅價錢喺內地可以享受到大幾倍嘅空間、極高質素嘅服務同埋豐富嘅選擇，而在香港去茶餐廳食個午餐都要60-70蚊，仲要被要求40分鐘內食完交台，服務態度仲要睇人臉色。有人會問，咁可唔可以吸引返內地旅客嚟香港消費？數據話俾我哋聽，內地旅客嘅消費模式已經徹底改變。以前嚟香港係買名牌、買化妝品、買黃金，而家嚟香港係深度遊、打卡遊，喺麥當勞門口影張相，去堅尼地城海邊打個卡，然後晚上搭高鐵返深圳住酒店。結果係點？香港嘅本土消費嚴重外流，但本土嘅租金、人工、水電成本依然維持喺全球最高嘅水平之一。呢種高成本、低收益嘅結構，直接壓垮咗無數嘅中小企。老字號一間接一間結業，商場裏面全部變成連鎖店或者平價特賣場，商業活力蕩然無存。再睇睇我哋引以為傲嘅金融業。金融業一直係香港經濟嘅心臟，亦係支撐高薪中產階級嘅主力。但呢幾年，由於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嘅劇烈變化，資本市場嘅結構發生咗根本性嘅轉變。外資嘅撤出或者重新配置，使得過往高收費嘅首次公開招股 IPO 市場規模大幅萎縮。雖然政府極力引入中資或者中東資金，但呢啲資金嘅性質、投資習慣同埋帶動嘅衍生服務，同以往嘅美資、歐資有很大嘅分別。投行裁員、律師事務所縮減規模、會計師事務所凍薪，呢啲喺以往難以想象嘅事情，喺呢2年變成了常態。當金融業同專業服務業不再像以前咁樣大量造就年薪百萬嘅高薪階層時，整個香港嘅中產消費力就出現咗斷崖式嘅下跌。傳統產業喺度萎縮，咁新興產業呢？政府講咗幾十年嘅創科、高科技轉型，去到2026年，我哋到底有咩可以拿得出手嘅國際級科技企業或者製造業？科技園同數碼港裏面確實有唔少優秀嘅團隊，但規模遠遠不足以填補地產同金融業萎縮留下嘅巨大經濟窟窿。這就係最典型嘅空心化，高成本居高不下，舊有嘅高利潤產業失去光環，新嘅高價值產業又未起得嚟，中間留下一大片空白。咁樣嘅經濟結構對於唔同年齡層嘅香港人到底意味住咩？
我哋先講講30歲左右嘅年輕人。如果你而家係30歲，正處於事業嘅黃金上升期，你可能會發現職場上嘅升職加薪通道變得極度狹窄。以往前輩們只要肯拼肯幹，30多歲做到中層，買樓置業係順理成章嘅事。但喺而家嘅經濟環境下，企業嘅首要目標係控制成本。很多公司實施凍薪、精簡人手，甚至用人工智能同埋外判嚟取代初級同中層職位。對於30歲嘅年輕人嚟講，最痛苦嘅係向上流動嘅機會大幅減少。即使樓價比高位下跌咗，但相對於大家停滯不前嘅薪金同埋不穩定嘅工作前景，買樓依然係一個極高風險嘅負擔。如果你喺前幾年高位買咗樓，而家30多歲，可能已經面臨住負資產嘅壓力。每個月人工嘅一大半都要攞去供樓，不敢輕易換工作，不敢創業，整個精神狀態處於極度焦慮嘅狀態。我哋再睇睇40歲至50歲嘅中產家庭，呢個年齡層嘅人通常係家庭嘅經濟支柱，上有高堂需要奉養，下有子女需要供書教學。如果喺40歲或者50歲嘅時候遇到公司裁員或者減薪，要想喺市場上稍反同等薪酬嘅工作，難度堪比登天。40歲至50歲嘅中產身上往往背負住高額嘅住宅按揭、子女嘅私立學校學費或者海外留學費用，以及父母嘅醫療開支。一旦經濟收入出現風吹草動，整個家庭嘅財務防線就會瞬間崩潰。呢2年，我哋聽到太多40多歲嘅專業人士喺失業之後，唯有去揸網約車、做外賣員或者轉做兼職，靠消耗過往嘅積蓄嚟維持家庭嘅日常運作。最後，我哋睇睇60歲同70歲嘅長者。如果你而家係60歲或者70歲，已經進入或者準備進入退休生活，你可能會覺得經濟好壞同我無關啦，我已經退休，有積蓄或者靠政府照顧。但現實係經濟空心化同政府財政危機會最直接咁打擊到長者嘅晚年保障。當政府財政赤字持續擴大，公共服務嘅削減係遲早嘅事。大家睇下，公立醫院而家60歲以上嘅長者去公立醫院睇專科，輪候時間已經由以前嘅幾十個星期延長到幾百個星期，專科門診、手術排期遙遙無期。如果想去私家醫院，高昂嘅醫療費用根本唔係一般退休人士可以負擔得起嘅。再者，政府嘅社會福利，例如長者生活津貼、醫療券等，喺財政壓力之下，未來嘅增幅能否追得上通脹，甚至補貼範圍會唔會被逐步收緊？呢啲都係極之殘酷嘅問題。如果60歲嘅你將畢生積蓄存咗喺股票或者物業入面，物業租金下跌，股息減少，你的退休金購買力就會不斷被侵蝕。講到呢度，大家可能會問，既然問題咁嚴峻，香港嘅未來到底點樣撐落去？係咪完全冇希望？作為一個客觀嘅觀察者，我唔會一味賣弄絕望，但我亦都唔會講一啲虛無縹緲嘅好話嚟安慰大家。香港要走出呢個空心化同債務陷阱嘅困局，必須要經歷一次極度痛苦嘅痛定思痛同結構重組。首先，政府必須要打破對高地價模式嘅幻想，地產神話已經一去唔復返。未來政府嘅財政預算必須要建立喺一個可持續、極度審慎嘅基礎之上，唔可以再靠發債嚟維繫龐大而低效率嘅公共開支，必須要果斷地重新評估一啲動輒千億、回報期遙遙無期嘅大型基建項目，將有限嘅資源精準地投放到真正能夠改善民生同提升競爭力嘅地方。其次，香港必須要徹底放下身段，真正重塑自己嘅成本優勢同服務質素。既然租金同生活成本已經開始向下調整，這其實係一個讓香港去泡沫化嘅過程。唯有當商業租金同經營成本降到一個合理嘅水平，本土嘅特色小店、創意產業、小型企業先至有生存同萌芽嘅空間。同時，服務業必須要提升質素，唔能夠再靠以前那種獨市生意嘅高傲態度，要真正用真誠同高水準嘅服務去留住本地消費同吸引外地旅客。再者，喺產業轉型方面，香港唔可以再紙上談兵。我哋有世界級嘅大學同科研能力，但缺乏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嘅完整供應鏈。喺2026年嘅大灣區融合背景下，香港應該更加務實地同周邊城市分工。香港做研發、融資同國際合規，內地城市做生產同轉化，真正打造出具有國際競爭力嘅新興產業，而唔係淨係喺地產項目上面套個科技嘅名號。最後，作為普通市民喺呢個經濟轉型同空心化嘅陣痛期裏面，我哋自己又應該點樣自保？第一係去槓桿，保持現金流。如果你而家係30歲或者40歲，千萬唔好喺財務上做過度激進嘅冒險，保持充足嘅現金儲備，
盡量降低個人同家庭嘅債務負擔。喺經濟前景不透明嘅情況下，現金同高流動性嘅資產永遠係你抵抗風險最好嘅盾牌。第二係多元化資產配置，唔好將你所有嘅身家、畢生嘅積蓄全部壓喺單一嘅市場或者單一嘅資產類別上面。無論係物業、股票定係貨幣，適度嘅全球化或者多元化配置，可以幫你規避單一城市經濟轉型帶來嘅巨額資產貶值風險。第三係提升個人不可替代性。喺2026年，人工智能嘅發展同經濟下行雙重疊加，傳統嘅文職同重複性工作正在快速消失。無論你係30歲定係50歲，不斷學習新技能，提升自己在職場上嘅跨界能力同不可替代性，係確保自己唔會被市場淘汰嘅唯一方法。香港這座城市喺過去100多年裏面，經歷過無數次嘅風浪，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中間亦都試過多次被外界睇淡。香港人最寶貴嘅品質，從來唔係靠地產炒賣，而係靈活變通，面對現實，敢拼敢做嘅韌性。認清現實唔係要走向悲觀，而係要摒棄幻想，做好最充足嘅準備。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大家對於香港現時嘅經濟狀況有咩看法？你哋覺得政府應該點樣打破地皮流拍同財政赤字嘅困局？喺日常生活中，你又感受到咩樣嘅變化？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交流。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嘅分析客觀深刻，請你幫忙點讚分享俾你身邊關心香港未來嘅朋友，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開啟小鈴鐺。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